500cc，有的时候喝几口水就好了。他那个是半夜起来尿尿，然后要喝几口水。最倒数第二行是说早上起床以后了，可能距离那个吃早餐还很久，利用这个时间呢，要有水，补充体内水分了。不要那么多的水分，因人而异啊。年长者缺乏口渴的感觉，需要家人提醒补充水分哦。天气冷哦，要保暖3个地方：脖子要用围巾，然后肚子要用护腰，然后脚踝要用袜子，还可以加上戴帽子。像那寒流啦冷气团很冷的时候，头部消耗热量很多，要戴帽子。你看这里有讲到加套保暖颈套，有的是那个长领的，穿长领的衣服，连那个脖子都包住了。还有戴帽，还有穿护腰，要穿袜子，要用到护腰，又怕半夜起来温差太大，要小心了。也不能半夜我们不能听到电话就马上起来，那个会有中风危险。要先动一动啊，缓缓侧身起床。你看，倒数第4行，不能既然起床，要先搓热手掌、脸部、耳朵、颈部，然后动一动，左右动一动，再缓缓侧身起床。还有喝开水，可能是那个距离吃早餐的时间很长，有的甚至没有吃早餐，所以更需要喝水。